已经越来成三轮车噻哈。我们欢喜成三。我也欢喜的呀。再还没落雨哎，蹦苍苍。落大雨呢，来到园林里拍老好，来长廊里向拍呀。长廊？哎，你一般园林侪长廊。拍了长廊？不是，长廊。哦，长廊。我们拍了长廊。我拍了老大小。长廊两个字我现在讲也没敢讲了。我吓死了。咁么我今朝上去拍那440去，侬晓得伐？你对呀，你800呀。不是，440一门票，但辰光拿辣巴高浪个肉要删脱的呀，难为情个呀，不好意思的呀，不舍得个。现在我到来在东园里向一个最著名的景点去，一般人不晓得讲。那么侬到底是老苏州的？来苏州也不晓得。哦。100万里向也有一个人晓得。白杨、海鹅、方姑。海个地方辣巷头里向，哦，门开了，你先要去看看。明显70年代末个辰光，美国有个豪杰，连毛子一摊明式个家具，没地方包，所以呢，立到了这个庄园里向，设一个工地式个园林，看中子马戏园里向个地层戏。工地园林设得美国设得离去了。所以谁得了东园角落头，先寻起一块风水板子，设只洋板房，竟然一举成名。但是把美国人付出粘贴的大头会不过呀。下趟来我到那在马戏园里向去看看那个真子，哎呀看，对正下40块的门票。南郊地外搿块地方是中国工地园林最像世界的里程碑。哎，你想刚去个人呢，看见追追。哎，现在没景的呀。说明莫好弄懂，一不是我们海南也莫好弄懂，那也追追呀。一个城市不是看的，是读的。对吧？当时不是每个人侪听得懂的。对，还要有眼小小的文化知识。来讲个才不是关键，能否听懂戏剧语言，而是真正的热爱爱读城市。对。他真的不太认识城市。你跟我这2只有哪是一个问题？